各位同学们，大家吉祥如意。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在 Apple 苹果的相关产品上，我们要怎么来设定这个藏文键盘和藏文的输入。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苹果的装置上面大致上分为三种，一个是苹果电脑，再来是平板，第三个是手机。那三种装置相对应的系统分别是 Mac OS， 这是电脑；那再来平板是 iPad OS， 再来手机是 iOS。那我们这边先来跟大家介绍在平板和手机上的设定方式，也就是在 iPad OS 和 iOS 上面的设定和输入。那在平板和手机上面的设定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基本上两者的设定方式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找到我们下面这边有一个这个设定的这个 App， 把它点进去。那我们来看到左边这一排这边有一个一般，那你点一下，那它就会旁边会出现它的设定。那如果手机的话可能会比较不一样，那就是要先点一下一般才可以进去。进去之后我们往下滑，可以找到这边日期与时间下面的这个键盘，那点一下进去。进去之后我们看到第一行有一个键盘一样，点一下进去。这边就会出现在你的设定里面所有的键盘。那我们因为要输入藏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先点选最下面这一行有一个新增键盘，按下。那在这边就会出现在苹果系统里面有可能会出现各种键盘。那我们要来这边先按一下上面的搜寻，那我们输入藏文，那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其他 iPad 键盘，这边就有一个藏文，那一样点一下。那这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加入你所属的你的这个键盘群里面了。那这个是第一种新增键盘的方式。好，第二种就是我们在输入文字的地方，你把键盘叫出来之后，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这个地球的符号，一个圈圈，一个球的符号，那你长按它会出现这一排东西，然后这个框框里面最上面有一个键盘设定，那你点一下，它就会自动跳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设定里面的地方。那一样点选第一个键盘，那再来新增键盘，那再来的方式就跟刚才一样，搜寻藏文，然后点选那个 iPad 键盘里面有一个藏文，那就新增完成了。好，那再来我们跟同学们介绍在 iPad 上面的藏文输入要如何输入。那我们一样，首先到一个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把键盘叫出来之后，点选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键盘就会自动跑出来。那我们在我们所有的键盘之内要怎么切换各个键盘呢？在 iPad 或 iPhone 上面就是要在点选左下角这个球形的这个图案，你选一下，每按一下就会变换你这个系统里面你新增的各种不一样的键盘。那我们就一样，先找到我们这个藏文的键盘。那基本上在 iPad 里面 ，iPad 和 iPhone 里面藏文键盘大致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大型的 iPad， 比如说 iPad Pro 11寸或者是12.9寸这种比较大型的 iPad 里面，它的键盘每一个按键会出现两个字，下面比如说这个按键下面一个娘，上面一个娃，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按键都有两个上下两个不一样的字。那我们在它这在 iPad 里面会比较大型的 iPad 会这样显示。那基本上就是在藏文键盘里面可以分为，在苹果系统里面藏文键盘可以分为第一层和第二层。那第一层，所谓的第一层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键你按一下，它就会出现一个字。第二层也就是你要先按一下这个 Shift， 再按一下，比如说娘这个键，那它就会出现上面这个娃这个字。但是第二层就是要先按一下 Shift， 再按一下你要所选的那个键，它就会出现里面第二种不一样的输入方式。那在这边，在大型的 iPad 里面是这样，就是它每一个按键里面文字会叠加两层，就是一个按键里面你会看到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字，那就是我们输入方式就跟刚才一样，刚才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 Shift 加
比如说加娃这个你这个键，那娃就会跑出来，这样加 Shift 加娃这个键，那娃就会跑出来。那这种方式只有在大型 iPad 里面会出现，那小型 iPad， 比如说 iPad mini， 还有在 iPhone 里面，它只会出现"这个字，"这个字，一个按键里面只会出现一个字，除非你按 Shift， 就是这个箭头朝上的这个符号，这个在 iPhone 里面的键盘，藏文键盘里面也有。那你按一下 Shift 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第二个键盘，就是那你可以选你想要输入的那个按键，这样。好，那我们再来就是来跟同学们讲一下我们这个要怎么输入。比如说我们一样，来用这个归发新来教大家来输入藏文。那一样，我们这个归发新的标题是 gap draw sen ge， 4个音节，萨嘎达嘎嘎也的 gap， 爬沙 gap， 好卡嘎ra的扎扎那着，萨怎么塞马沙 sen， 跑萨嘎达嘎嘎也的 gap， gap 怎么 ge 他 ge。那一样，我们从第一个音节开始，萨嘎达嘎嘎也的 gap 爬沙 gap。那我们在苹果里面在输入藏文的时候，一样是按照拼读的顺序来。所以我们第一个音节是 gap， 这样输入的第一个字是萨上加字，那我们一样先按萨，我们这个萨是在这边，萨按一下之后，这个萨就会出来。那这个是属于上加字，那我们要怎么把基字加在这个上加字下面呢？那我们要先按一下这个键盘上面数下来，第二行这边，那 iPhone 里面应该是第一行就是最右边有个箭头朝下的这个符号，你要先按一下这个。那这时候这下面会出现一个点，这个，那这时候我们再去选这个基字是嘎，那我们找到嘎这个字。那它自动就会把萨上加字和基字嘎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萨嘎达嘎。那这时候再来，我们要输入下加字雅达，那我们要先按一下这个 Shift， 箭头朝上的这个按键 Shift， 然后再按一下雅达，有雅达的这个按键，有雅达符号的这个按键，基本上是和牙字母牙的这个按键是同个。那你点一下，那下加字雅达就会和基字嘎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完成了萨嘎达嘎嘎雅的嘎。好，那再来我们要输入后面两个字，一个是爬后加字和萨再后加字。爬，那我们就找到爬，按一下，这样就会输入，再按一下萨，那我们就完成第一个音节 gap。这时候我们要输入音节点在下面这边，按一下这个音节点。好，那再来我们的输入第二个音节是着，嘎着的扎到了着，一样找到按一下，再来是卡，再来我们要输入下加字ra大，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ra这个字，点它，那下加字ra大就会和基字卡结合在一起。那再来我们要输入4元音的 naro， 那一样找到这个 naro 这个按键，在 bar 的左边按一下，那这个它就是 naro 就会和 gara 的扎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再输入音节点。好，那再来我们第三个音节是 sen， 萨卷波 se 麻沙 sen， 一样先找到萨。好，卷波键入之后就会和基字萨结合在一起。好，再来找到后加字麻，再来是再后加字萨，再来是音节点，一样按一下。好，再来是最后一个音节 ge， 跑萨嘎达嘎嘎也的 ge 怎么 ge 他 ge。那这一串文字比较多，那我们一样从这个音节是从前加字开始，那一样按一下爬。好，再来是萨上加字，一样按一下萨。好，再来一样是键入基字，把基字加到萨上加字的下面，一样先按一下这个箭头朝下的这个按键，再按一次嘎。好，再来我们要输入下加字雅达，一样是按 Shift， 再按一下牙这个字，那雅达就会和基字嘎结合在一起。再来是剪波，按一下这个键。好，再来是后加字塔，一样按塔这个按键就可以了。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已经输入完归发现的标题 gap draw sen ge 4个音节，那我们要再来输入最后有一根谢，那我们找到麻右边有一根这个谢的这个按键，按一下，那就完成了这个标题的输入。好，那下一行一样是
要往下一行一样是按这个 Enter， 有一个箭头的这个符号，它就会自动到下一行。好，那再来我们用这个归一发现的内文来做练习。那第一句是三界雀党臭给臭nam啦，从第一个音节开始，上啊沙上，一样是找到上啊上，好上，再来音节点，再来是 k ra 卡达卡亚达卡萨 k， 好，再来是恰脑的丘沙雀。找到恰，因为恰这个是属于第二个键盘的按键，那我们要先按一下 Shift， 再按加，再找到恰的这个按键，按下去恰就会出来。再来 naro， 再来 sa， 再来音节点，再下一个音节是糖，那找到塔，塔旁边是啊，糖啊糖，再来音节点。好，再来是臭，臭。差这个字啊，一样是要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差。好，再来 naro 卡萨 chok， 再来音节点。好，再来是 gi 嘎呀的 ga ga gi gi， 一样找到嘎。再来按一下 Shift， 再按呀哒，其实它就会结合和嘎结合在一起。再来 gi gu， 再来音节点。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 cho， 马欧恰然后 cho 卡 cho。先按一下麻，要输入恰之前一样是按一下 Shift， 再按一下恰，再来 naro， 再来后加字卡，再来是音节点。好，最后一个音节，这一句最后一个音节是拉，那我们一样按一下拉，再按两根线出来，寄送后面是两根线。好，再来第二句是抢出爬度达尼 gap 速器。好，第一个音节是强，爬也的强啊强，一样先找到爬。按一下，好，再来我们要输入雅达之前，先按一下这个 Shift 箭头朝上的这个按键，再找到雅达，再来后加字啊，再来音节点。好，再来下个音节是 chu， 一样是恰下 q chu， 爬 chu， 在输入恰之前，一样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恰下 q 爬，再来音节点。好，再来是 par度。下两个音节是爬度 para par， 那一样找到爬，找到后加字 ra 音节点，再来是图塔下 q 图，找到塔，再来下 q 按一下它就会结合上去。好，再来是音节点。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达，跑打卡达，一样按爬，再来找到塔，再找到卡，就完成这个音节结合在一起。再来音节点。再来是尼，拿吉古尼，一样找到拿，再来找到吉古，音节点。再下一个音节是 gap， 萨嘎拉嘎嘎呀的 gap 帕萨 gap， 一样找到萨。为了输入机制嘎，要先按一下这个按键，箭头朝下这个按键，再找到嘎，再按一下 Shift， 再按呀哒，后加字爬，再后加字萨，再来音节点。好，再来是数。萨小 Q 数找到萨，再按到小 Q 结合在一起，音节点。再来是气，毛恰几股气找到麻，为了输入恰，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恰，再几股。好，这我们就完成了第二句。那最后一样是两根线。好，再来下一行，下一句是达吉锦寿吉北臭nam吉，我以所修施的猪之粮。那第一个音节是达，一样，前加字爬，基字塔，后加字卡，再来音节点。再来是第二个音节是 ki， 卡 q ki 萨 ki， 找到卡，再找到 ki gu， 后加字萨，音节点。下一个音节是琴，萨帕达帕帕耶的恰恰 q 奇那琴，找到萨。好，为了要结合基字爬，先按一下箭头朝下这个按键，再找到爬，点一下就结合了。再来是下加字雅达，一样按一下 Shift， 再按雅达，再找到吉咕，后加字拿，再来音节点。好，再来是 so， 下一个音节是 so， 萨哪了 so， 卡沙 so， 找到萨，再找到哪罗，再找到卡，再后加字萨。音节点，再来是吉
爬哦，嘎也的嘎嘎有吉萨吉，前加字爬，再来基字卡，再来按下 Shift， 结合下加字雅达，再来四元音的第一个吉咕，后加字萨，再来音节点。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贝霸啊吉咕一贝，找到霸，再来是啊，四元音的吉咕，音节点。好，就完成了这个贝的这个拼字渐入。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错，差脑的错，卡沙错，差这个字一样，输入之前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差，再找到哪罗，后加字卡，再后加字萨，音节点。下一个音节是 nam， ra 哪的那麻沙 nam。好，先输入 ra 上加字，找到 ra， 为了输入基字拿，我们要按这个箭头朝下这个按键，再找到拿，这时候 ra 哪的那就会结合在一起。再来后加字麻，再后加字萨，再来是音节点。好，再来最后一个音节，这一句最后一个音节是 gi， ga 也的 ga ga gi gu gi， 找到 ga。为了输入雅达，我们要先按下 Shift， 再找到雅达按下，再来gi gu。好，再来是后加字萨，找到萨。好，这时候我们完成了这一句。那最后一样是两根线，按一下这个按键，两根线。再来下一行，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句是走喇片切桑叶竹把的秀，竹把的秀。为利有情，故愿大绝成。一样从第一个音节开始，走，找到啊这个字，啊哦嘎啦的扎扎脑的走啊，再来基字卡。为了输入下加字 rada， 按下 Shift， 再找到 rada， 再找到 naro， 第一个音节就完成了。再来输入音节点。第二个音节是拉，一样，这个就有一个字，拉就有拉基字一个字，再来音节点。再来是 pen， 怕拿 pen， 怕要输入怕的时候，一样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怕，再来后加字拿，再来音节点。下一个音节是气，怕也的恰恰有气然气，一样，怕这个字在输入之前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怕，这时候要输入雅达，一样先按一下 Shift， 再找到雅达，再找到吉咕，后加字然，再来音节点。下个音节是上，萨牙沙上，萨牙，再后加字萨，音节点。再下一个音节是 k， ra 卡达卡卡也的 k 萨 k， 一样，ra 上加字找到 ra， 为了结合卡基字，那我们先按一下箭头朝下这个按键，再找到卡，这时候两个就会结合在一起。为了输入下加字雅达，按一下 Shift， 再按一下雅达，它就会渐入结合在一起。再来后加字萨，再来音节点。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竹。啊哦，嘎着的喳喳下有竹怕竹，一样按一下前加字啊，一样按啊这个字，再来基字卡，再来为了输入下加字ra达，按 Shift， 再找到ra达按下，再来下有，再来后加字爬，再来音节点。好，再来下一个音节是霸ra霸，一样找到霸这个字，霸后加字ra，再来音节点。最后一个音节是秀，下脑的秀，卡秀。输入下之前，一样要先按一下 Shift， 找到下这个按键，再来四元音的哪罗，再来后加字卡。好，这个就是最后一句，因为是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音节，因为是卡当做收尾，那一样先按一下空白键，先按一下空白键，再按一下这个谢这个按键。那就是最后一个那个符号就会出来。那以上就是这个 iPad 在 iPad 或 iPhone 上的输入方式。那再来 iPad 上面还有一个更快捷的输入方式，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讲第一种，那再来是 iPad 这种大型 iPad 上的这种快捷输入方式。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大型 iPad 上面有每一个按键都会出现上下两个不一样的字。那下面的这个字是第一层，上面的每个按键上面的字是第二层。那如果要输入第二层，要先按 Shift， 再按上面的，再按对应的键，那上面的那个字就会出来。那再来，我们要跟同学们说，在大型 iPad 上要怎么
不用按 Shift 就可以出现上面每一个按键上面的字。好，那一样，比如说这个归一发现的标题 gap 做 same gap， 第一个音节萨嘎达嘎嘎呀的 gap， 那一样在拼的时候一样是从萨上加字，再按一下这个下面的箭头，再按嘎。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输入？这个下加字的亚达呢？我们这边不用按这个 Shift， 我们直接按住这个牙往下拉，那这个亚达就会自动键入，然后我们再一次哦，萨嘎达嘎，好，亚达按住牙之后往下拉，这个亚达就会自动合上去，所以这种方式就是你不用再按下 Shift， 它就会自动帮你用这种方式，就是更快速的方式就可以键入这个下加字亚达。好，一样后面爬萨，再来音节点，下一个音节是 ao， 是轴 ao 嘎的扎扎那种轴，一样啊，再按一下卡，一样下加字拉达，一样长按这个拉往下拉，这个拉达就会键入上去，再来拿罗，再来音节点。再来萨减波塞马萨森音节点，最后音节是跑萨嘎达嘎嘎的嘎嘎怎么给它给一样，爬前加字，萨上加字，接嘎基字，再来亚达一样，按了之后往下拉，再来减波，再来塔后加字，再来谢结束。好，那这种方式主要是用于就是基本上如果上加字和基字的话，不是用这种方式。上加字下面如果要输入基字之前，一样要先按这个箭头朝下的这个符号。那如果说是基字下面要搭配下加字的话，就可以用我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就是长按。我们先按一个，比如说哈，那我们要输入下加字亚达，按了这个之后往下拉，亚达就会自动和哈合在一起，或者是嘎拉达。炸，那就是自动和上面合在一起，这样。那或者是你想要直接输入第二层的字，比如说爸，我们现在这个键盘第一层是爸，第二层是怕，那你也可以直接按住这个字往下拉，怕就会出现，或者是差，还有恰，或者是这个下，还有啊，它就会自动把第二层的键盘，你只要按住那个键往下拉，它就会把第二层键盘会出现的字，然后在这个省略的这个按住 Shift， 再按这个第二层键盘那个按键的字就会出现。好，那以上是我在 iPad 上面的这个 iPad 和 iPhone 上面的藏文输入法教学。要跟大家介绍的，在苹果电脑上要如何设定这个藏文键盘，还有藏文输入。那我目前使用的电脑是苹果的 MacBook Air。那大家在用的时候，那应该是在苹果电脑相关产品应该是都是差不多设定方式。那在电脑上我们要怎么打开藏文键盘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视窗上面左上角有一个苹果的这个符号，点击一下，找到第二个系统设定，按进去。那再来会出现这个系统设定的这个视窗，左边这一行这一栏里面往下滑，会看到下面有一个键盘，大家看到这个键盘的地方，那点一下，进入之后，右边这边会显示键盘相关的设定。那在下面找到第二个区块有一个文字输入的地方，下面有一个输入方式，这边有个编辑的按键，点击一下。那进到这边就是它会左边这一栏会显示你这边电脑里面所有的输入方式。那想要新增键盘，就找到这个视窗下面有左下角有一个加，那点击一下加，那在这边下面搜寻的地方输入藏文，那它会出现左边这边会出现这个藏文键盘，那右边这边会有3种输入法，那你可以选第一种 OTANI 这个输入法，然后点它，再点右下角的加入，这时候它就会自动加入了这个藏文的键盘。那你点击一下这个藏文键盘这个地方，右边会出现这个藏文键盘第一层每个按键对应的
每个按键对应的这个显示的地方。好，那我们这边点右下角完成。好，那我们就已经开启了这个电脑里面的藏文键盘。我们开启了这个藏文键盘之后，要怎么切换这个藏文键盘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一行这个各种各样的设定。那我们找到有一个注音的这个注，那你点击进去之后会出现繁体注音或者是英文键盘 ABC， 然后这个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开启的藏文键盘。那点击一下，这样就切换了藏文键盘。这是第一种方式，用滑鼠鼠标去点选这个输入法，然后选择藏文输入。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在键盘上面左下角有一个 FN 标示的一个地球的那个符号，你按一下，它就会出现你可以切换哪一个输入法，每按一下就会出现切换不一样的输入法。这样，那我们现在目前切换的是藏文的输入法。好，那再来我们用这个一样用归一发新的标题来教大家怎么在苹果电脑上键入这个藏文文字。那归一发新，第一个音节是 gap， 萨嘎达嘎嘎也的 gap 爬沙 gap， 第一个萨上加字，那萨对应到键盘上是 S， 那我们按一下 S， 萨就会出现。那在键盘上电脑上比较不一样，和 iPad、iPhone 不一样的是，它要键入把萨上加字和基字尬结合在一起，我们要先按一下 F， 或者是注音的 on 的那个键，注音 on 的那个键，按英文键盘的 F 或者是注音的 on， 这两个键不一样，这分别都可以。那我们这边按 F， 按 F 之后，这边是一个叠加键。那它下面会出现一个类似这个简薄的符号在萨上，在萨的下面。那再来我们要找到这个尬的对应按键是 K， 那我们按一下 K， 这时候萨上加字和尬就会结合在一起。那再来我们要输入下加字雅达，一样是按一下 F， 再按 Y 是牙，那再输入下加字雅达的时候也是一样按 Y。那再来我们要输入后加字爬，按 B， 再来萨，再后加字按 S。好，那在电脑上它的音节点，我们每一个都有音节点嘛，每个音节中间都有音节点。音节点的这个按键是空白键，中间键盘中间下方最大的空白键是音节点。好，那再来我们要输入第二个音节是轴。嘎了的扎哪路轴前加字对应到是 A， 再来卡对应到是 G， 好，再来要输入下加字拉达，一样先按 F， 按 F 之后再来按到这个 R， 下加字拉达对应到的键是 R， 那拉达和卡下加字拉达和基字卡就会合在一起。再来要输入四元音的哪罗对应到是 O， 再来输入音节点空白键。在第三个音节是 Sam， 萨简波 S， 马萨 Sam， 一样萨是 S， 简波是 E，A B C D E 的 E， 再来麻后加字是 M， 麻是 M， 再来萨在后加字，萨是 S， 再来音节点空白键。好，再来最后一个音节是 G， 跑萨嘎达嘎嘎也的 G， 键波 G 塔 G， 一样找到前加字爬是 B， 再来萨上加字，萨是 S， 要键入要和基字嘎结合在一起，先按一下 F， 再找到嘎是 K， 再来再按一下 F， 输入下加字雅大按 Y， 再来是四元音的简波按 E，A B C D E 的 E， 再来是塔后加字按 D。好，再来，那在苹果电脑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最后一根谢，我们每一句结尾都有一根垂直的黑色的棍子，那就是这个是谢。那谢这个符号呢，在苹果电脑键盘里面是在 Shift， 右边的 Shift 右边 Shift 按键的左边有一个注音的 N， 也就是问号的那个按键是这个谢。那按一下就是一根，按两下就是两根，以此类推。
那在苹果电脑的藏文键盘里面，空白键和音节点的键和我们一般想象的是不一样。音节点的键是传统的空白键。那如果在藏文键盘里面要输入空白键的话，要按 Enter 左边的这个一个点的这个按键，那就会空白显示。你每按一下就会显示一个空白格点，这样。那我们刚才有跟大家介绍到，苹果电脑里面的键盘有分第一层、第二层。第一层的字如果要输入，就直接按该按键，比如说 D 对应到塔 ，Q 对应到 R，以此类推。那如果我们要输入第二层，比如说帕，还有下等等，那我们要输入第二层的按键的时候，要先按住 Shift， 再按住第二层的按键，比如说帕按 P， 那下按 S， 那这样就会输入出第二层的按键，就是以此类推，要先按住 Shift， 再按该按键，就会出现该按键的那个字，这样。